优秀。quân đuôi không chế nhìn đi họ phi không hồng nhang kín kín ta đi quê đi kia điền đi tiếng đường giang hồ quỳ nhìn quan pháp心相拼。欢迎我们的皮基呢小蘑菇以及我们的JOE大大都很早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感恩大家哦，也别忘记呢先帮我按个赞哦。稍待会，因为呢今天有比较早呢，先来暖场一下。那呢我们可以线上先聊个天，那呢等一些朋友上来的过程当中哦，我们先来聆听一下一路打金枝的 CD 专辑。性病讲做国内正是怪命，经济又靠出身帝王家，老官得应怪害我驸马，照因白囝高官显将好名声。哼！早你看我前去拜寿，行大礼，所所优秀，毋甘将礼陪。老君对神将头家，怪爱呀，怪爱，毋通严家想要趁红杯。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雨涵的广播电台哦。稍待会，等我们一些观众朋友进来的过程当中，别忘记哦，先帮我订阅、关注，帮我按赞起来，跟我打声招呼。我们先来做个互动场，先来暖场一下。今天的主题呢，叫做你开暖气了吗？你有没有发现呢？天气开始在变换了哦。不止呢，在我们这个最后一大大呢，在我们的北部地区，我们的南部地区呢，也开始变冷了哦。那呢，各个地方都开始呢，天气的这样的转换哦。如果呢，你们那边有没有变得很冷呢？欢迎我们的 RABB 大大以及侧哲呢，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掌声鼓励鼓励。这个 RAB 大大呢，你那边有没有变得很冷呢？这个 JOE 大大，你那边应该是变得很冷很冷了哈。还有我们的 PC 呢，小蘑菇有穿暖吗？大家呢别忘记哦，在收听雨涵广播电台的过程当中，记得哦，如果家里可以开个暖气，甚至呢，有个外套哈，多加一件外套起来。哦，你还在吹冷气哦？脾气呢，小蘑菇，你在哪个县市啊？既然可以吹冷气，也太厉害了吧！这个时间点呢，吹冷气，这个台南地区哦，昨天呢有点小小的降雨了，我都觉得呢有点冷了哈，都开始穿起厚一点的外套了。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来唱一下歌仔戏曲调，叫做我们的都马调哦，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都马调，冷到说成一团哦。让我们来收听这首都
马调。欢迎收听武汉的电台，准时8点，互你来笑嗨嗨，阮的节目卖凊彩。内容知识长时行，成知则袂心行行。片段武汉广播，互恁听，祝恁大家收听武汉电台的观众朋友，钱财宝满大厅，文化推动的电台。平安、顺心、吉祥、感恩，欢迎您收听雨涵的广播电台。哇，节目呢刚开始呢，就这么多的朋友上来聆听的雨涵广播电台。然后呢，皮基呢小蘑菇说你在南投。哇，我看这个新竹啦，然后呢苗栗地区有的呢这个风太大招牌都被吹下来了。既然呢南投还没有这么冷哇，如果线上有其他县市的好朋友，也跟我们打声招呼让我们知道呢你那个县市呢目前有没有很冷等一下呢，来念一下呢大家的留言先跟大家讲呢，明天的天气在我们的台北地区，这样的降雨的几率呢，这个白天是10%，晚上呢是30%，所以呢是逐渐的上升的所以说呢，台北地区的朋友，白天你可能呢要出门上班的时候，觉得天气很好。但是呢，携带一下雨具，因为呢，有可能呢晚上天气会变下雨天以及呢，台中地区的下雨的几率呢，都大概在10%左右，以及呢，台南地区呢，白天是10%，这个晚上是20%，还有我们的台东地区，明天的白天呢是10%。晚上呢是30%，所以说呢，大家要注意天气的状况咯。也欢迎我们的 LIN 大大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还有我们的俊廷，我们的潘俊廷也上来，以及我们的 JES 大大也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咯。小七小姐去上课原来如此来，欢迎大家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哇，我们的策哲呢跟大家讲这个心心念念的每一天呢，都上来聆听雨涵的广播电台，以及呢欢乐的文化歌仔戏的美化人生，开拓呢在直播间都可以非常的棒，非常的好，文化的接待以及人生观都是非常美好的感恩我们的策哲给大家的鼓励，以及当然呢有我们这个 JES 大大他是写英文啦，但是主播本人呢这个不会英文，所以呢这一点呢我们就先跳过如果有大家呢可以帮我翻译的呢，帮我翻译一下下先欢迎我们的 LIN 大大，以及呢我们的 LARR 大大，还有我们的曲奇饼干，还有呢我们的这个钱诺轩感恩你，欢迎呢你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给你一个掌声鼓励鼓励。策哲说呢，天气有冷一点大家呢暖气呢可以开着，但是呢要注意这个空间的空气的流通，以及呢衣服呢不要穿太多啦，如果这个流汗了也会感冒大家要注意安全然后呢大家有说这个台北变很冷了这个
最后一大大你要注意保暖哈，因为呢每天都要上来聆听雨涵的广播电台，所以说呢要注意自己的保暖哦。欢迎我们的曲奇饼干，今天有空上来了哈，会不会再被这个老板召唤回去呢？好，今天不用加班是不是？那就不会再被老板那个召唤回去了哦。哦，为什么这个声音呢一点阳气都没有呢？因为我的主题叫做钱蛋雨涵啦。钱蛋是什么意思呢？在舞台上呢，由男生去扮演女生角色，这个叫做钱蛋。所以说呢，我们等一下呢来唱个歌曲，感恩我们的 LIN 大大以及我们的钱诺轩哦。我们来唱个这个花娇艳以及良夜之歌给大家听。等一下呢，再来跟大家讲故事哦。别忘记先帮我订阅、关注、按赞起来，帮我分享至你的脸书、IG 以及赖群组，感恩大家。我们先来听个歌仔戏曲调。分阳光报七十相寿，心不快心无理由，为爱多做去拜寿，恋恋情扫落优秀。滚泪红千金里，可比红红边边边，那一个爱结连理。领导养富贵，天官八百心相拼，头顶红冠。边水天梯乐观天可以，我嘅悲在一负担，我嘛一回归。感恩大家哦，喝杯奶茶庆祝呢今天不用加班哦，没问题。然后呢，喝杯奶茶的同时呢，你还要配上你的曲奇饼干为什么呢？曲奇饼干要叫做曲奇饼干呢？是因为你很爱吃这种饼干吗？还是有什么样的原因呢？跟大家聊一聊感恩大家呢，来收听雨涵的广播电台，也有我们的 NOR 大大，以及我们的 KLD 大大，还有我们的 LIN 大大还有我们的 KNG 大大，以及 FIT 大大，欢迎你呢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掌声鼓励鼓励。刚刚所唱的歌曲呢，是我们歌仔戏曲调的《花娇艳》以及《良夜之歌》。那呢，在我们一路打金枝的 CD 专辑里面呢，它是一个公主角色。
但是呢，她是一个非常娇蛮的公主哦。当然呢，主持电台呢，主持了这么多天，然后呢，以及明天还有一场这个鼓山的类似像演唱会的场合哦，所以说呢，声音比较没有这么好听一点点跟大家说声抱歉哈。家里今天没有了哈，要再来去买了哈，没问题。所以你要多补充这一些呢不管是奶茶啦，还是呢这个曲奇饼干哈，才会跟你的名字有相关联。我们的 LIN 大大呢，你的这个朋友呢，这个字念敏顺还是浩顺？他生日快乐，对不对？没问题，我来祝福他一下下哈。因为呢，我不知道你的朋友是几岁的人，所以说呢，先祝福这位朋友呢生日快乐，心想事成，事事顺心哦。然后呢，也祝福伊一天顶礼精彩，三万吉地，事事会当来不知。我人们六六大顺，七七报喜，百姓来添岁寿。叫人们时短时美来大赚钱。会当讲呢，年年春，年年富，年年赚大钱，要叫车再去新的老娃厝哈。因为呢，我真的不知道你这个只有祝他生日快乐，我也不知道他几岁的人然后，所以呢，我们就随便念个这个好话喽。这直播间呢，非常的随性的那呢如果你有什么比如说呢有什么业务呢想要宣传的，还是呢朋友想要过生日的都欢迎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可以帮你祝他生日快乐喽。再来呢，来一则新闻跟今天的主题有相关联。你开暖气了吗？不止家里的暖气，甚至呢心里的暖气，你有没有呢把自己的心里的暖气开起来，分享这样的愉悦呢？祝福给每一个人呢，时时刻刻的感恩珍惜呢？这一则新闻呢，是我们彰化这个男教师他在带领学生呢这个跑步的时候呢，不小心这个倒下了，结果呢这个装了3根支架当然有把这个命救回来，但是呢现在还在加护病房里面。所以说呢，如果大家呢聆听到我们这个新闻的话呢，在底下留言祝福一下这个男教师呢身体健康，快速的恢复哦，感恩大家一起集气一下哈。欢迎我们的小蛋仔以及我们的恐龙卡郎，恐龙卡郎很久没有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咯。我们每周一到每周五的晚间8点都有雨涵电台的直播节目，不只是戏曲节目、新闻节目呢，以及呢跟大家讲一些生活的小知识。不论呢你在做家事，甚至在陪伴朋友以及陪伴家人的过程当中，都可以聆听雨涵的广播电台哟。别忘记先帮我订阅、关注，帮我按赞，帮我分享出去。对你去教招刚去教招回来好玩吗？这14天有没有好玩呢？恐龙康浪，如果说呢这个被教招有什么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呢，也都可以打字上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我不知道说这一次的教招呢是不是很好玩然后呢也欢迎我们的恐龙康浪呢加我的 IG 也叫做郑雨涵这样子直播为什么没有通知你直播呢我们都会在LINE群组里面通知，所以说呢如果想要加入LINE群组的朋友呢，在底下的资讯栏连结可以呢加入我们的LINE群组，感恩哦。感恩我们的 KNG 大大祝福我们刚刚那一位教师呢，可以说呢身体赶快呢恢复健康
然后呢，这个KN 大大说，我刚从怎样呢？哎，继续打下去哈。行军还穿雨衣哦，然后野外喂蚊子哈，这个是必备的，做一些行善布施，这个喂一下蚊子喽。刚刚呢有跟大家唱个花娇燕以及良夜之歌哦，再来唱一下传统的曲调，叫做我们的七字调。但是呢，这首七字调呢，也是我们一怒打金枝的 CD 专辑里面，我怎么看到这个中式退伍啊，也太厉害了吧！我们的皮基呢，小蘑菇说呢，他以前当兵哦，这个呢在金门当兵，而且呢，没被教招过，而且他是中式的退伍哦，哎，也蛮厉害的哦，给我们这个皮基呢小蘑菇掌声鼓励鼓励。哇，你真的是可以说这军中的老鸟哈。来，我们来聆听一下这首七字调，等一下呢再跟大家讲故事喽，感恩大家。世上何定是为大爱，虽然为尊，你甘知？因的阮亲属着招牌，阮在亲乡的甘不知。在家父母对你的挺身，高贵公主犹如天上升。出家了，你对谁人尊敬？成平公主对我来爱率领。在我们呢讲故事以前呢，先来问一下我们的曲奇饼干说呢，有好消息以及坏消息哦，我要听哪一个哦？当然呢，人呢都是要从这个好消息先听啦，所以呢，你先讲个好消息。等一下呢，再来讲坏消息哦，也就是呢，我两个都要听哦。所以说呢，你先讲个好消息，等一下呢，再讲坏消息哈，感恩你。然后呢，感恩我们的真玉呢，称赞说唱得好听哦，感恩你。这个呢，是我们传统的七字调。那呢，在我们一怒打金枝的 CD 专辑里面呢，这个公主以及驸马呢，在论身份以及地位是不一样的这样的唱法。感恩我们的真玉的称赞哦，也欢迎大家帮我订阅、关注，帮我按赞起来，帮我分享出去。每周一到每周五的晚间8点钟，上来聆听雨涵的广播电台。小蛋仔说呢，为什么没有收到这个赖讯息哦？你有加我的赖没有错，但是呢，你没有加入我们的群组哦。群组呢，在底下的资讯栏有个连结的群组哦，也欢迎加入群组之后呢，才有办法知道我们的这些讯息啦。我不会私讯给大家除了我们的蛙贵我才会私讯，以及呢一些好朋友呢才有特别的私讯。那其他呢，我没有这么多时间可以私讯大家坏消息呢，跟很坏的好消息，想要听哪一个呢？这个消息呢，当然你就要先讲好消息啊。
你要先讲好消息，然后再讲坏消息哦。好消息就是明天不用加班哦。哇！那在此祝福呢，我们的曲奇饼干呢，因为呢明天不用加班，所以呢明天晚间8点我们一样线上见。祝你这个事事顺心，然后呢可以时时感恩我们的曲奇饼干哦。这样算拉观众吗？还是拉你明天准时上来收听直播来，欢迎我们的 KNG 大大说才刚从高雄回来回来到哪里？台南吗？还是回来到哪里呢？你刚好去我们高雄玩吗？还是办事情呢？欢迎我们的 GRA 大大，欢迎我们这几天很多我们国外的好朋友不止我们的大陆好朋友，以及呢我们马来西亚的好朋友，还有呢我们这个英文国外的好朋友但是主播不会讲英文，所以呢我们欢迎万一有这个新树师兄上来的时候呢，再帮我解答一下下晚间8点钟准时直播，没错，我们每周一到每周五的晚间8点钟都有直播节目哦，感恩大家。欢迎我们的陈纯兰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给你一个掌声鼓励鼓励。再来呢，跟大家讲一个新闻这个是一个缅甸的男子他杀了他的妻子，然后呢，当然呢，就去派出所呢自首了。但是呢，他杀他妻子的原因呢，既然是因为这个起床的时候呢，看到天气不好，所以说呢，杀了他的妻子。这是一个算是恐怖情人的概念所以说呢，不管你是结婚啦、伴侣啦、朋友关系，甚至各种陌生的关系呢，大家都要注意呢，这个交友，以及呢，可能注意呢自己的安全状况哦。是的，这是真的消息这个是今天的新闻他呢因为天气状况不好而杀了他的妻子，所以说呢是一个很恐怖的消息，没错，跟我们的最后一大大所说的对，是个坏消息。坏消息是呢，这个老板在群组里发工作，为什么呢？工作是实习生跟老板没有用的作业，然后呢，老板在群组里面发了作业笑一下下那呢，曲奇饼干，这就代表着说呢，能者多劳啦。当你呢还有耳朵可以听，当你还有眼睛可以看，当你还有手脚可以去运作的时候呢，老板派作业给你啦。能者多劳，虽然呢这个多劳呢薪水不会多分配给你，但是呢我们就欢喜者甘愿受咯。我的麦克风没有看到红色的过，因为我只有蓝色跟这个紫色的麦克风要到红色的麦克风呢，除非线上大家的观众朋友呢继续的支援我下去开个小玩笑，欢迎你上来聆听雨涵的广播电台。我们呢都是呢推广戏曲文化以及呢今天的新闻小知识来跟大家所说等一下呢，来讲一下呢，这个云林的虎爷发生了什么事情哦？在云林的有一间宫庙呢，这个虎爷这个机会然后这个花楼那呢，当然呢，庙方呢就去跋杯去问呢这个虎爷呢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什么呢？一花楼这个火呢居然起来了结果呢才发现原来他前面呢居然有人拜这个猫粮给他啦，
居然给他拜这个猫咪的罐头给他就问他说呢，是不是因为这个猫咪的罐头所以说呢他生气的换楼了没有错所以说呢这个虎爷就圣杯了，所以说呢虎爷呢，老虎不是猫科系的不要乱拜这个猫罐头真是昏倒了。不像我的虎爷呢，虎爷原本应该吃鸡蛋的啦，然后吃一些这个荤食类的，但是呢，因为本人吃素所以说呢，他只能跟着我吃素，时不时呢吃一些饼干呐，吃一些什么呢，都是全素的饼干。其实我也不知道他会不会饿啦感恩我们的曲奇饼干要再回去工作了没问题，路上小心哦。也感恩我们的曲奇饼干，明天再上来聆听雨涵的广播电台。感恩曲奇饼干，给你一个掌声鼓励鼓励。感恩大家今天上来聆听雨涵的广播电台。等一下呢，来跟大家广告一下哦。11月29号呢，由我们的米雪文化事业有限公司有一场台南的讲座哦。等一下呢，来跟大家聊聊咯。欢迎大家回到雨涵的广播电台。在我们呢11月29号就是我们礼拜六的时候，由我们这个米雪文化事业有限公司我们前几集有所广告的这个新谐星歌剧团的米雪导演呢，他所呢办了一场讲座。在我们台南的开元市场的4楼有一个开元大教室那呢现场特邀我们南部的这个小天王，我们的张欣怡以及陈忠义还有洪慈义，在下午的2点到我们的下午4点钟有我们的这个讲座。所以说呢，大家如果有南部的朋友，有台南的朋友呢，欢迎11月29号来到呢这个开元市场的4楼，由我们米雪文化事业有限公司所举办的讲座有张欣怡、陈忠义以及洪慈义的讲座。这是顺便一个小广告啦欢迎我们的纯然以及呢 RI 丽丽大大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欢迎你们。再来呢，继续给大家唱个歌曲，我们呢再继续来广告今天的新闻，以及呢跟大家聊聊今天的天气你们呢是不是呢也发现天气有开始转凉了而且变得很冷。听说呢明天转凉之后呢再来呢会开始又回温，到了下礼拜一样呢再有一波的这个冷空气所以说下礼拜一样会继续冷大家要注意自己的自身保暖安全。欢迎大家帮我订阅，帮我关注，帮我按赞起来。每周一到每周五的晚间8点钟都有直播节目。再来呢，我们来唱一下7字连空奏。等一下呢，再跟大家继续讲故事咯。感恩大家。秋难改，中中心松水林在，夫妻和爱呀，奇情上水七杂相守，将人相爱爱，相亲相爱。伊
心行百里啊，实在太乱来。我会受亲像姑娘，受亏又分开，风风景笑脸啊，无悔注定悲哀，一句迎春选调我自带。往下成天台，归古埋，冤家冤家当尊啊，当心抓住财，情深渐将生。何言论理何以在，何以来拜改。这首呢是我们的七字连空奏，也就是呢我们的七支调从头来唱到尾，这个就是我们的七字连空奏哦。那呢，为什么从头唱到尾当中，你会一下子听到男生的声音、女生的声音、男生的声音、女生的声音呢？因为在我们一怒打金枝的 CD 专辑里面呢，这属于男女对唱的歌曲啦。那呢，也有二重唱的部分哦，是这个呢，驸马在说他的心声，那呢，这个公主在说她的心声哦。所以说呢，唱给大家听哦，这一首七字连空奏哦。那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呢，底下呢有购买我们这个 CD 专辑的连结哦，也欢迎大家哈。感恩我们皮筋儿小蘑菇的掌声，感恩你喽！也欢迎我们的秉阳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还有呢我们的 HAR 大大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掌声鼓励鼓励。你会唱这首歌曲吗？抱歉，我不会唱这首歌曲哦。真的不会，所以呢，跟你说声抱歉哈。如果呢，想要听什么歌曲哈，尽量点一些比较老的歌曲啦哈。老歌我比较会唱。那呢，通常直播电台上呢，我们都唱一些这个歌仔戏的曲调，然后呢，甚至一些老歌这样子哦。那如果是英文歌曲呢，这个考倒我了，因为呢。我英文呢算是那种一窍不通的类型啊，所以说呢，这个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哦。欢迎大家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我一直有看到我们这个小蛋仔的留言哦，但是你也不用一直删除再上来，删除再上来哈。我一直有看到，但是呢，你一直删除再上来哈，这样子呢，我会一直看不到你的讯息到底在写什么哈。我有看到呢，你所写呢这个紫色的麦克风底下为什么会有红色的按钮哈？这是开关的按钮啦哈。那如果有对直播器材有兴趣的话呢，底下的资讯栏连结有我们这个 PQS 直播器材的材料行，可以跟他们做询问哦。也感恩 PQS 直播器材材料行与雨涵电台的合作，感恩你们。哇，我们的车哲说呢，美化人生观，关爱四周的
人呢可以更祥和，以及呢歌仔戏呢更美观，然后呢真实的天天的转化心情，很棒的美观的这样的亲切接待呢，每个人在文化的造化里呢都可以陪伴一个很好的夜晚。感恩我们的策哲，给他一个掌声鼓励鼓励哦。当然我是跳着念吼，我有看到你的每一次的话我们的策者呢常常上来写一些鼓励大家的话语，以及写的都很棒哦，所以说呢也感恩你上来做留言，多跟我们做互动哦。因为呢有一天呢我会去到台中呢，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甚至呢我也会找一天呢我们来办一场这样的直播的同乐会，我们呢可以来到现场呢，大家一起来唱唱歌，然后呢来团聚一下哦，感恩大家。再来呢是一个高雄的新闻哦，这一对夫妻呢，他发现呢这个有一个人呢在这个脸书上认识的，然后呢在买卖车辆的哦。一开始呢前2台呢也有让他赚到钱都个别呢赚了7万块钱，所以说呢他就继续的呢来跟他做合作。后来呢发现呢这个人是诈骗哦，他就说呢那他要去报警哦。结果呢想不到对方跟他回话是说呢他是一个通缉犯而且呢他已经逍遥法外已经600多天了哦。所以说呢当然呢也威胁了这对夫妻不管是威胁说他的家人他的小朋友啦，以及他的邻居他的亲戚。所以说呢网络上在交友以及呢跟金钱有相关系的呢大家呢也都要注意一下哦。因为呢这对夫妻呢遭诈骗以及呢遭威胁哦，当然呢警方也正在处理当中。以及呢再来另外一则新闻呢，有关于台北的新闻，也有关于身障的小朋友身障的员工，等一下呢跟大家继续聊下去。这个呢台北的身障员工呢他去到一家的洗车行帮忙，然后呢工作。原本这一家洗车行给他的薪水呢是开28000多，那呢结果呢想不到东扣西扣，就给他说这个车子刮伤了啦，这个车子怎样子啦，东扣西扣呢1个月剩下15000左右，就等于少了一半嘛。但是呢这不打紧哦，因为呢他是这个身障的员工，那呢这个老板呢当然也更呢欺负他了，就慢慢的扣到呢他没有钱，然后呢也叫他呢签了本票等等之类的哦，才发现呢原来这个洗车行的老板是这个黑帮的其中一个小弟啦其中一个老大或小弟。那呢其实这个洗车行呢是一个黑帮的据点哦。所以说呢如果你身边呢有这样的身障小朋友或者是员工朋友，甚至呢他已经成年了，也都要适时的去关心他哦，感恩大家。欢迎大家回到雨涵的广播电台，别忘记呢先帮我订阅，帮我关注，帮我按赞起来，帮我分享出去。我们每周一到每周五的晚间8点钟都有这个雨涵电台的直播节目哦，感恩大家，欢迎大家上来留言。先感恩一下今天很多上来的朋友，还有我们的 FIT 大大，还有我们的曲奇饼干 KNG 大大，我们的皮筋儿小蘑菇，以及 JOE 大大，还有我们的小蛋仔，以及恐龙康朗，还有呢我们线上的很多好朋友哦，感恩大家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还有我们的纯兰，以及呢我们的秉阳也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RI 丽丽大大，以及还有很多的好朋友都感恩一下大家。再来呢，你有没有坐公车有过很危险的经验呢？不管是呢这个司机的开太快啦，还是呢跟
一旁的车辆呢擦撞了，还是呢有什么关联性的这个危险的行为呢？那呢，今天呢，基隆的这个公车呢，有这个离合器的故障哦，所以呢，底盘呢起火。等一下呢，继续跟大家聊下去。这个呢，基隆的公车呢，因为呢车龄也已经11年了，那呢跟这个车子呢，这个起火的车辆呢，同样11年的车龄呢，同样厂牌的也还有另外2台哦，所以呢都送回去保养检修哦。那呢也幸好没有人受伤或死亡的哦，所以说这是一个不幸中的大幸啊，也感恩呢，跟他这个公车司机呢，通报的这个旁边车辆的民众哦，让这个车辆呢没有问题哦。欢迎我们的望月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给你一个掌声鼓励鼓励。再来呢，主持到现在一直在讲话，等一下呢再跟大家继续聊天聊下去。我们先来唱个歌曲，这首歌曲呢也是我到时候要去比赛的歌曲哦，叫做我们的七字连、七字摇板跟我们的带七字一，让我们一起来聆听一下。等一下呢再跟大家继续介绍下去哦。我是台湾人吗？是的，我是呢台湾的台南人哦。所以呢，我们每周四，也就是明天哦，明天晚上是我们的台语电台。那呢，明天晚上欢迎你上来收听台语电台哦，会非常的不一样也非常的亲切哦。我们先来唱个歌曲，等一下跟大家讲故事咯。七字连、七字摇板跟带七字音。公主做事理不明，言说予人心头用。同州假死伊生病，待予恁去好心不惊。驸马晓心，无情义。因为爹娘忘妻离，风风边冲了去，阮泪去灵来吃开。大水风管难消去。歹八宝金相依，驸马无够找情义，便个亡人天地。哦，你家以前就是地下电台哦？怎么说地下电台呢？不是一个合规的这个电台吗？怎么会说你家以前是地下电台呢？也欢迎跟大家做个分享哦。再来呢，跟大家讲一下新北的消息。新北的巷弄当中呢，有这个螺丝钉哦，这个铺满地。为什么会有螺丝钉铺满地呢？这个男骑士哦，他应该是这个水电工之类的啦。然后他骑过去之后呢，他的螺丝哦不小心洒了一地，他也不知情的状况下呢，就骑走了。那当然呢，这个附近的邻居呢，以及里长哦，都赶快来捡这些螺丝钉，赶快呢去把它扫掉。因为呢，怕其他的车辆哦，破链呐，所以说呢，大家要注意这样的安全哦。其实我不懂你的意思是什么，我只是瞎瞎的跟你聊一下哦。
再来一样是我们新北市的消息哦，今天新北市的消息很多哦，有这个呢货车司机哦，因为他要下货而违停了哦。那呢违停完之后呢，当然呢就有这个正义魔人出来这个拍影片，然后呢劝导他说呢，你赶快开走啦等等之类的。结果呢，就被这个货车司机呢扒了一下头哦。那你觉得是这个正义魔人的错，还是呢这个货车司机的错呢？还是说两方都有错呢？都欢迎跟大家讲哦吼。我唱过青衣吗？都唱过啊。因为呢，钱蛋雨涵为什么叫做钱蛋呢？因为呢是这个由男生去扮演女生角色，所以叫做钱蛋哦。等一下呢，来跟大家讲花莲的新闻哦。再来呢，跟大家讲一个花莲的新闻，有关于早餐店，也有关于呢富人开车哦。一个60几岁的富人呢，他开车呢，结果呢不小心呢，冲撞了这个早餐店。而且呢，这一间早餐店呢，也就是他平常呢所去吃的早餐店就这样子冲撞进去了。所以说呢，大家也是很恐怖的那当然这个店员呢，没有被这个呢夹死啊，他是刚好跳起来，那个脚呢被夹伤了，所以呢夹在这个柜台的里面，也还好呢，这个柜台没有整个都冲撞至墙壁，所以说呢大家要注意哦，不论在时时刻刻呢都有一个危险哦。我有一点花弹枪，对不对？没有错，因为呢，在我们这个一怒打金枝的 CD 专辑里面呢，这里面的小蛋呢，她是非常这个娇蛮个性的公主，她是呢这个李君蕊公主，所以说呢，听起来会有点呛，然后呢有点花旦，有点不一样的腔调哦，所以说呢，跟大家解释一下，这个是一怒打金枝的 CD 专辑。然后我们的小蛋仔，你在说什么呢？看不懂来，再来是我们的策者所说，在欢乐的直播间，让每个人的文化接待里，每个人的人生开拓优渥。我们面对每个人的都有这样的热情接待直播间，共度美好的夜晚。谢谢大家，感恩我们的策者。是的，听出来了吼，没错，也感恩我们的望月哦，给你一个掌声鼓励鼓励，代表呢你有认真在收听哦。我们的望月是哪里的人呢？也欢迎跟我们大家做分享哦。你看过歌仔戏吗？你喜欢什么样的歌仔戏明星呢？譬如说是杨丽花、陈雅兰、唐美云、徐雅芬，还是你喜欢孙翠凤呢？都欢迎跟我们大家来做分享哦。是危险吗？还是他自己下车？等等哦，我忘记我刚才是讲哪一个哦？你在说这个新北市的货车司机对不对？没有，这个货车司机呢是停在路边下货，那呢这个有正义魔人呢去举发他去拍影片，而呢被这个货车司机呢扒了这个头一下哦。那呢你觉得是谁的错呢？不会，这一首歌我不会唱，抱歉。那但是我会去查一下，这是什么样的歌曲哦。我先把它截起来，然后呢，我下播的时候呢，来查一下这是什么样的歌曲哦。先感恩大家上来收听雨涵的广播电台。如果你有什么样的议题想要讨论呢，也都欢迎跟我们大家所做讨论哦。再来广告一下呢，我们一心原民戏剧坊的手作饼干哦，感恩大家上来收听雨涵的广播电台。
你是否呢也觉得呢今天的天气有变冷呢？明天呢北部的降雨的几率哦，有高达10%到30%左右，中部呢是10%，台南是10%到20%，台东呢是10%到30%哦。欢迎我们的新树回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掌声鼓励鼓励。欢迎新树师兄，你太晚上来了哈！刚刚有一堆呢，这个国外的好朋友哦，真是考倒我了啊！新树师兄，改天呢要早点上来呢，帮我解救一下雨涵电台的这个国外的好朋友哈。我们每周一到每周五的晚间8点钟都有雨涵电台的直播节目，有关于戏曲的。有关于呢这个新闻小知识的等等之类的哦，也欢迎我们的望月给大家提供这一首歌曲哦。那呢我会再回来听一下这首歌曲是什么样的歌曲，那我来学一下哈。你喜欢金腔，那呢改天有机会呢来唱给你听，别忘记呢帮我订阅、帮我关注、帮我按赞起来，感恩你。哦，因为呢，它会慢慢的这个往上消失啦。如果呢，这个太久之前的留言，它好像有限制几则的留言才会看得到。那呢，上面呢其实有好几则是英文这东西我不晓的所以说呢，我们除了这个台语跟国语以外呢，这个英文的呢就需要靠我们的新树师兄来帮我解救哦感恩我们的新树师兄。也感恩我们的望月的称赞哦，感恩你说这首歌哦，英文的你也会哦，那呢我们也来掌声鼓励鼓励改天呢，这些朋友呢要常上来呢，帮我解救一下这些英文的好朋友欢迎我们的望月，欢迎我们的皮筋小蘑菇，欢迎我们的新树，以及我们的追欧一大道，感恩大家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我最辣辣的爱你，我爱你胜过喜欢我自己。再来呢，要来广告一下呢，一心原民戏剧坊的手作饼干。为什么呢要来广告他们的手作饼干呢？一心原民戏剧坊呢，它是一个佛教的歌仔戏剧坊。那呢，它是为了传达佛教，那呢答应了师父呢，要用歌仔戏来传达这样的宗教呢，所以说呢，才来成立这个剧坊哦。但是所有人呢都不是专业演歌仔戏的，所以说呢，哇，我去吃了这个手工饼干之后呢，发现太好吃了，叫他呢一定要拿出来卖上礼拜呢，我们是结缘这个咖啡口味的，这礼拜呢是我们的经典原味，它呢是纯手工的，里面呢是燕麦片以及坚果，还有淡淡的黑糖香。那呢一包里面呢是10片，那呢一包是卖我们的100块哦。如果有喜欢的朋友呢，欢迎大家呢进入我们赖群组里面可以加入我们的赖群组里面哦可以呢突然间看到皮筋的小蘑菇的留言觉得蛮搞笑的。这个呢，加入我们的赖群组里面呢，跟我们做订购这个一心原民戏剧坊的手作饼干，跟他做个小结缘。那呢也是非常便宜的价格，是为了结缘哦。我要求他们做的再来，等一下呢，节目的最后呢，会来做这个腹式呼吸法以及感恩3件事情哦。我
我们这个呢，皮筋的小蘑菇说哈，你只会跟人家嘴炮哦，没有，我们的皮筋的小蘑菇呢是非常优秀的粉丝观众哦，帮我介绍了很多，不论呢是我们的伟成，我们的心树，然后呢你跟这个淑芬姐，然后呢我们的皮筋的小蘑菇是非常优秀的哦，感恩，给你掌声鼓励。哦，你有认识这个明花园的朋友哦？有需要介绍吗？不用明花园里面我们也有认识的了哈。只是说呢，为什么会开立这样的语韩广播电台呢？是为了让大家没有在观看歌仔戏的好朋友，上网滑一滑呢，就刚好滑到歌仔戏的这样的片段，我们一起呢来推广文化戏曲，而且呢。我目前的工作有点忙，我的白天呢在知名超市工作，晚上呢每周一到每周五晚间8点上来主持语韩的广播电台。那呢每周四呢还有去到日照中心的服务案。那呢我再来呢还有一个剧方呢这个剧团的这个实习团长的案子哦。所以说呢有点小忙，所以说不要再介绍工作给我了感恩你的爱心。太忙了，不用再跑场了因为呢，这个这么忙的过程当中呢，我还要再跑其他案子对，真的忙不过来，没有错，所以呢，感恩我们的望月。但是呢，大家如果对我有兴趣的话呢，在我们的脸书以及 IG 呢，叫做郑语涵，也欢迎大家呢搜寻。然后呢，如果呢，这个呢，喜欢我们的电台，也欢迎呢帮我订阅、帮我关注、帮我按赞、帮我分享出去哦。而我们也有赖社群哦，也有群组。但是呢，加入我们的社群呢，第一个问题呢，要先回答。你为什么要加入这个社群哦？你可以回答由语韩电台介绍过来的感恩你们。这也就是为什么呢？我们不是在这个抖音来开这个直播节目不是在抖音来开语韩电台。因为呢，我想要让这个呢更多，不管是我们马来西亚的朋友、新加坡的朋友，以及呢各个地区的朋友呢，可以收听语韩电台的直播节目。所以说呢，你看我们没有什么打赏机制，因为呢，我们也还没有到这个可以打赏的机制啦那呢，我们也会再继续努力，让大家呢对，后面的图片呢，是我的图片哦，但是呢是没有扮相起来的。什么叫做扮相？如果呢我化全妆，然后呢把它梳好头呢，这个叫做扮相。但是呢，这个 CD 专辑上的这样的封面照呢，是一个比较一般的照片只是穿上我们的戏服这样子哦。所以说呢，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一路打精致的 CD 专辑，在我们线上底下的资讯连结呢，可以来做购买哦。一张是360元，这个呢是特别请这个唱片行特别压制的哦。里面呢是非常精致的，有我们的 CD 本。以及呢压印的唱片，还有我的图片哦，所以呢大家如果有兴趣，在这张专辑里面呢，可以听到歌仔戏曲调，这个呢花娇燕、良夜之歌、莲花铁三郎、风萧萧，以及呢怒骂调，这是我们的电视歌仔戏曲调，还可以听到呢我们的七字调、都马调。七字连空奏、七字连跟带七字一哦，甚至呢，有喜欢的话呢，也都可以呢多听我们这个语韩电台的直播节目，你可以呢听到一整张的专辑，有我这个现场所唱这样子哦，感恩大家。是的，如果呢大家呢有想要呢这个
看我这个全妆的扮相呢，也都可以搜寻我的脸书以及 IG， 上面呢都会有一些全妆的扮相，就叫做郑雨涵哦这样的频道。感恩我们的新树师兄说呢，是为了让大家了解更多的台湾民俗文化，没错，掌声鼓励鼓励。以及呢，我们的小蛋仔说呢，想要 CD， 那呢底下的资讯栏连结有可以购买的连结哦，也欢迎你一张360元而已哈，积一下零用钱就可以购买我们的 CD 专辑喽。现场唱一首哈既然我们的望月说新卡北贝造三关没问题，那我们就来唱个7字调好吗？也欢迎我们的顺莲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也一个掌声鼓励鼓励。那就让我们来唱7字调。7字调的前面唱新卡北贝造三关，后面唱呢我们的四盆牡丹百事威。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首歌曲喽，我们的传统7字调，感恩大家。新起呀北北呀，走三关，该我所以哟会中原，放下世量啊是无人管，一心只想保全。盆牡丹啊，百事威，无风无摇啊，花不会开。等待来三个啊，来当落水。花心啊，花照开。让你们听一下呢，传统的曲调，我们的7字调里面的新卡北北造三关，以及呢这个四盆牡丹百事威，前面呢唱这个小声，我们男生所唱的。那呢，后面的四盆牡丹唱女生所唱的哦。四盆牡丹呢是女生呢演小旦呢一定要所学的，一定要所背的曲调哦。为了让你上舞台呢袂落开哈，不知道呢你要唱什么东西的时候呢，我们就来唱这个四盆牡丹百事威，无风无摇花袂开这样子哈。感恩大家哦，感恩我们皮筋儿小蘑菇的这个掌声鼓励鼓励，也说呢有水准，感恩我们的皮筋儿小蘑菇，以及呢这个望月说呢靠一句呢就服了这个女调，感恩我们的望月的称赞哦，感恩你。连结无置顶哦，忘记了吧？因为呢，这个连结的下面呢有很多有这个赖群组的连结啦，有我的脸书的连结啦，有这个 IG 的连结啦，有这个 CD 专辑的连结你们自己再去底下所看这样子感恩我们的 HEN 大大的称赞，他写好厉害。HEN 大大是哪里人？是我们的这个马来西亚的朋友吗？还是大陆的朋友呢？都可以欢迎跟我们大家来聊聊天哦。功力深厚，没有大家的称赞感恩大家哦。然后呢，这个 UANG 大大呢，欢迎你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掌声鼓励鼓励。
很久没有上来了哦，为什么写一个累呢？这个功课太累吗？UANG 不是 JUNG 大大哈，是一个这个小朋友，是因为功课太累吗？等一下要去听鬼故事哦，还有鬼故事的这个电台哦，蛮厉害的哦，给他一个掌声鼓励鼓励。贵妃醉酒哈，我还没写到这一出。我们所聆听到这个曲调呢，这些音乐呢，都要感谢我们这个桃园的大明园歌剧团呢，跟我配合一怒打金枝的 CD 专辑，所以呢，才有这一些的伴奏带。那呢，明年也会再出下一出、下下一出、下一出哈，我们会不断的一直来提升。宇涵电台在运作上呢，一样我一样呢，还有其他的工作在运行。那呢，我们一样会再继续来出这个专辑哦。对啊，小蘑菇要去哪里听这个鬼故事我也蛮好奇的。下一出呢，会来写这个胆色必欢干，陈世美反奸。但是呢，陈世美她真的是坏人吗？那我呢？等我们 CD 专辑出来之后呢，再跟大家来做解答哦。你看阿嬷要不要买哦？没问题，感恩我们的望月，掌声鼓励鼓励。那你也可以加入我们的赖群组哦，在底下的连结呢，有我们这个赖群组的连结哦，也欢迎你加入。那呢加入我们的赖群组呢，可以跟大家做聊天来做互动哦。刚刚呢所听的是我唱的，那呢我来放给大家听呢。这个我去到日照中心哦，这些小朋友呢，他们是智青。什么叫做智青？就是智能障碍的青年，但是呢，他们所唱的七字调，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好吗？哇，他们很厉害哦。所以说呢，我们来听听看这个他们所唱的七字调。感恩大家。照三观，该我所依有，归流还。烦恼谁了，无人管。一心去修，恶果传。心魂无胆难。大家呢，如果觉得这些至亲小朋友呢，真的唱的也还不错，别忘记哦，在我的 YouTube 里面呢，我有放一段是他们的影片哦，你们要记得呢，去给他们订阅去给他们按赞一下，好抱歉，去给他们按赞，底下要留言哦，鼓励他们哦。这个呢，我也会给这个日照中心的这些督导们哦，这些长官们所看，哇，我们线上的好朋友呢，给他们的一些鼓励哦。当然呢，在线上呢，我有帮他们打马赛克啦哈，因为呢，也不方便呢，让大家知道呢他们的身份呢，然后呢他们的脸部，所以说呢，我有帮大家打马赛克。如果大家有喜欢的话呢，也记得哦，帮我们至亲朋友们呢按个赞哦，感恩大家喽。哦，你要去问能不能赞助你买 CD 专辑哦。CD 专辑是什么 ？CD 专辑呢，就是里面是 CD 片，你必须要用播放器所播放的哈。那呢，里面呢有我们一怒打金枝的这一出的折子戏的全出哈。这个呢是由我自己下去做编剧。以及呢，还有我们的台语文的编修老师翁金霞老师，以及呢，还有我们的这个桃园的大明园歌剧团跟我们做合作的音乐设计，那呢都感恩这些老师们哦。节目的最后呢，一定要来做这个腹式呼吸法。
感恩3件事情。还没帮我订阅关注的观众朋友呢，记得先帮我订阅关注，帮我按赞起来，帮我分享出去哦，感恩大家。那呢，我们的你阿嬷也喜欢看杨丽花啊？没错，杨丽花呢是很多很多人的偶像哦，所以也给杨阿姨一个掌声鼓励鼓励。然后呢，我们的新叔说，对，没错，这个是要保护他们的一些隐私啦，所以一定要帮他们打马赛克。然后呢，我有经过他们的同意呢，让我放上来电台呢，来跟大家做分享哦。感恩我们的这个脾气呢小蘑菇，以及我们的新树，还有我们的望月哦，感恩。可以放我们家的电视机吗？播放 CD 专辑。你家的电视请问有这个 CD 播放器吗？因为我也不知道，我没有去过你家，我也不知道你家的电视机有没有 CD 播放器呢？好嘞，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一起来做这个腹式呼吸法，感恩3件事情哦。现在呢，跟着我的声音一起吸气，吐气，吸气，吐气，吸气，吐气。现在呢，观察自己的气息，在鼻腔间，在喉腔间，在胸腔间，甚至贯穿到腹部，甚至贯穿到脚底，还是贯穿到脑中呢？跟着我的声音一起吸气，吐气，吸气，吐气，吸气，吐气。现在呢，我们要来感恩3件事情哦。不论呢，今天在工作上跟同事，还是呢跟你的主管，甚至呢在家里面跟你的家人，甚至跟你的朋友，还是呢跟我们的其他服务人员、陌生朋友呢，都可以呢来做这个感恩的3件事情哦。跟着我的声音一起吸气，吐气，吸气，吐气，吸气，吐气。你是否也有感恩的3件事情呢？也感恩大家上来收听雨涵的广播电台哦。我们每周一到每周五的晚间8点钟都有在做我们的直播节目哦。感恩大家上来聆听雨涵的广播电台。等一下，这下面是发生什么回事啊？你是发生什么代志啦？等一下，我这一段呢，怎么都没有看得懂啊？你觉得？小的好，看懂了，看懂了。没有，我刚才没有看到那一段，我想说，奇怪哦，在干嘛呢？没关系，我先把它禁止这个留言哈，大家呢，不用担心哦。笑死！我想说奇怪哈，这下面是发生了什么回事哈？等我一下下哈。我先把它静止一下哈。
因为好像不能，真的权利隐藏频道上的使用者，这个吗？哦，这样，应该是这样吗？是这样吗？没事没事，反正呢，我们的节目也到了尾声了哈，我把他的这样的讯息已经先用掉了哈，大家没事哦。跟我等一下，这个蘑菇哈，连续2天被这个气到。先跟我们的小蘑菇说声抱歉哦，让你上来聆听雨涵的广播电台呢，还被气到哈，感恩你的连续2天的这个大人有大量，也感恩我们的望月哦，感恩你哈我们先个掌声鼓励鼓励，感恩大家，感恩。没事啦，他可能是小朋友哈，没事没事。那我们就大人有大量也没关系，反正呢，我们今天的直播节目也到了尾声了，腹式呼吸法呢也做完了，我们就一起来感恩结束了哈。感恩大家上来聆听雨涵的广播电台。我们每周一到每周五的晚间8点钟都有来做直播节目哦，也欢迎大家呢帮我订阅、帮我关注、帮我按赞起来、帮我分享出去。不止呢分享到你的脸书、分享到你的 IG 以及分享到你的 LINE 群组，都欢迎大家。也别忘记哦，我们明天呢是台语电台哈。这个望月跟姑姑说抱歉哈，感恩我们的望月哦哈。然后呢，姑姑也不是第一天被气到了，她昨天也被气到，真的是很抱歉哦。没事的哈。那呢，明天呢晚上8点钟在山羊来收听雨涵的广播电台，感恩大家的聆听。在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聆听这个一怒打金枝的 CD 专辑。大家晚安，我们明天再会咯。明天是台语电台，跟大家做个提醒一下咯，感恩大家。对，跟大家提醒一下哈，因为我明天的节目呢要去到高雄的鼓山做这个日照中心的演讲，所以说呢去完之后回来呢应该是赶来得及直播节目了哈，但是可能会比较零零落落一点点，所以说呢大家明天体谅一下下哈。欢迎我们的策哲，对，我们的超人气空间哈，所以在美观的空间里面呢，有的人是开拓的，有的人是封闭的哈，都没有关系。然后呢，我们要美化自己的心胸，开拓自己的心胸。明天晚上一样8点开播哦，每周一到每周五的晚间8点钟，都欢迎您上来聆听雨涵的广播电台。我们的望月晚安，我们的皮金鹅小蘑菇晚安，以及我们的JOE大大晚安，还有我们的策哲晚安，以及线上的各位好朋友，我们明天再会咯。你甲动手甲我拍，哪有这么简单放你煞？想要造反，既然予我知影，本宫就要闹甲予你背受。是的，多做一点爱心呢，多去到这日照中心呢，是非常开心的。感恩我们的望月哟，望月也晚安喽。你要做啥？我要告死你！你自首！心惊当前看对爱，哪敢当手只看海？想要做事，想要败，不要打落，拼你心地。金枝苦，花影阿头
是的，趁我们呢能力所及、能者多劳的时候呢，还有眼睛所看，还有耳朵所听，还有手脚能动呢，赶快去做哦。所以呢，等一下呢，再跟大家宣传一下呢，有这个11月29号米雪文化事业有限公司的讲座，我们帮忙代为宣传一下下哈。哦，真有本事哦！也感恩呢，我们的望月不嫌弃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感恩你哦。为什么呢 ？BEN 大大呢？我们的望月在我们的哪个县市呢？先跟大家广告一下哈，11月29号哦，在我们这个呢台南的开元市场。这台南的开元市场的4楼大教室，由我们这个米雪文化事业有限公司所举办的讲座，邀请我们歌仔戏的小天王张欣怡老师，以及呢陈忠义，还有我们的洪慈义，在我们的下午2点到4点的时候呢，在我们11月29号哦，台南的开元市场4楼。然后呢，2点到4点，由我们这个米雪文化事业有限公司所举办的讲座，邀请我们歌仔戏的小天王张欣怡老师、陈忠义老师以及洪慈义老师。大家呢，如果有空呢，欢迎过去听个演讲，而且是免费参与，不用报名的，来到现场呢就可以听演讲咯。所以说呢，大家如果有空，在南部的朋友呢，我们就相约去现场听演讲咯。观众热烈扑啊声，金财宝满大厅，三大金鸡敢是你这只狐狸精，过来孝心，互你钓车囝。11月29号这样的演讲呢，他们都是这个歌仔戏演员的演讲，然后呢，他们没有。应该是没有乐捐吧，应该啦。好，他们是免费的讲座，所以说呢，如果有喜欢的话，11月29号欢迎去到现场。然后呢，如果我们的望月呢有兴趣的话呢，欢迎你底下的连结加入我们的赖群组里面，我到时候呢也会协助来做宣传。所以说呢，就很方便大家呢来知道有任何的演讲资讯、表演资讯哦，可以去收看。如果望月的话呢，有兴趣欢迎加入我们的赖群组哦。那要记得跟我打你是望月跟我们的望月词是同名哦。感恩大家咯，大家晚安。风关难消气，歹八宝金寿衣。人可光阳平。